顺带先生的内历第3章，枵喙焦、行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马太第5章第6节，恁既若着磨艰苦担重担，就就近我，我要予恁平安。马太10章28节，当顺带所行的路，会比平直，亲像若暗无光。毋过上帝无放煞，拄绝望的时，伊搁一摆掀开新约的册，所看所读的是马太10章28节。迄节看了真有感激伊的心，就哪研究哪奇怪，但拢毋敢亲像从前甲伊的同窗朋友结党来诽谤耶稣的道理，反倒是较爱甲伊的先生相交陪，谈论圣经的教示。有人报伊的老爸知，不过伊无看路，得拍算伊的后生为着所敬听的老母，稳当坚固，无放煞伊的教，总是道理已经开启伊的心。对咧看约翰第3章16节所记讲，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，伊的心热热啊受安慰，总是还得担即个重担，袂得到透放。伊所担当的苦痛挡袂牢，才想若无通拄起伊的心神的凄惨，就迄暝要倒伫铁路，互火车到来脱离伊的艰苦。照印度国的风俗，顺带大圣西域才去房间，要规暝看圣经，静静想祈祷。拄则天光，顺带忽然间有看真光艳的云充满伊的房间，伫云内就见到耶稣的像，伊的面貌光亮亮，伊的目睭金金伫想迄个奇异的事，是若亲像听见基督的声对伊讲：顺带你写书对着我，我就是你的救主，我替你死伫十字架。顺带迄碟看见耶稣的面所显出的仁爱怜悯，伊的心就有受感激。对迄时以后，永远煞伊的怨恨，因为伊明明知耶稣已经接纳伊，赦免伊的罪。拄当顺带的心醒悟，就知伊遐久所心酸的产地，就是完全的平安，呾充足伫伊的心。对迄日到现时，就掠耶稣基督做伊第一宝贝的家业，呾满心欢喜，连绵去老爸的房间，报伊知伊要做基督徒。老爸拍算伊在讲笑，简单教伊着去困，顺带做伊去，即时落眠好困。迄暝果然耶稣叫顺带着甲伊同心担当艰苦，煞背十字架来缀伊的脚步行。